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亲家五十，台语安尼写，亲朋好友台语就是亲家五十。这个五十，咱有请教台语老师，本地应该是这个十五十，五花十色，形容着各种形形色色的人。讲到尾也走音，十变十。也有另外一种的讲法，亲家五族，嘛是讲到走音，五族变五十。不过这个话佫讲倒转来，要形容亲家朋友真侪真大阵，用亲家五十来形容，都真适当。像这个三色人讲五色话，这个三甲五嘛是拢咧形容真侪的意思。所以咯，有一句俗语：亲家五十，朋友六十。若这个亲情，还佫有讲亲情、做亲情。讲亲情就是男方到女方家提亲，做亲情就是替人去说媒提亲。我要帮我弟仔做亲情，要来去查囡仔的兜讲亲情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亲情五十，实在真趣味。